从右边、前面、中间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年的富邦 Angels 的队长卡卡。然后非常谢谢公司啊、经纪人跟女孩们的信任，让我可以担任这个职位。那我也是跟着富邦悍将一起迈入第5年，然后一路可以跟富邦悍将一起成长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可以认识这一群非常非常优秀的富邦 Angels，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荣幸。然后今年呢，我们一样会延续我们的好感情，然后我们会相辅相成，一起为我们的富邦悍将的冠军迈进。因为当初我刚看棒球的时候，是我准备要毕业那一年，然后看到啦啦队这个职业，我发现我自己很喜欢，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舞蹈系毕业的，所以当初就直接来参加甄选，但很可惜，可能是因为经验不足，所以后来这2年我努力在活动圈呢，不论是 show girl 或是主持，甚至增加一些自己表演的经历，然后终于的在鼓起勇气来甄选，然后因为很多球迷啊，很多人都给予我鼓励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今年我就再来甄选一次，然后很幸运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花花。那我是一个阳光、很热情的女孩。那除了跳舞之外呢，我也很喜欢打篮球。那目前呢，除了跳舞呢，我也是一位演员，也有拍摄过一些广告，有一些经历。那我也希望可以在球场上和各位球迷见面喽。我是富邦 Angel 新晋成员 Tiffany。那我的兴趣呢是跳舞，还有看电影，偶尔也会弹钢琴或者吹长笛。那就是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表演给大家听。那同时呢，我也非常开心可以加入富邦 Angels， 那期待之后呢，在球场可以看到大家，谢谢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害羞或是很热脸就会变苹果的 Jessie。那有些人呢，就是听说我像阿布玛利亚。那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赞美。那我也很想成为像她一样可爱又气质的女孩。那最后就是3月19号新庄开幕战可以来现场，然后看到我可以跟我打招呼哦。